不是，看着点儿，别崴着老佛爷。哎，老佛爷您慢点儿，道不平。荣禄，臣在。论年头月份，你不比我小多少，还是看看你自个儿的脚下吧，别搀扶不行，倒把自己坠个跟头。哎，荣禄哪能跟老佛爷相比呀？什么命儿，什么腿脚，天生的劳碌练出来了。那是，洋人刚一西逼，就把你练到西安来了。这腿脚啊，是不够。废物，够废物的。不过臣是怕这西北太穷，委屈了老佛爷，才带了这50万两银子孝敬太后的。那点儿哪儿够哪儿啊？你瞅瞅，这前后左右的都是张嘴的。干什么呢？太后遛弯都进宫了，说话就进门了，还不赶紧抬出去，让他上别处冒去？那屋里的烟真是废物，都快进，把他给我呼的出来呀！真是的，去，快去！李莲英，哎，奴才伺候着。是熏蚊子呢，还是燎耗子呢？奴才该死，奴才有罪。启禀太后，这西北天旱少雨，柴草经不了多长时候。也没见冻死谁呀。把岑春轩给我调来。听说他到南方各省催要贡物去了。小李子，奴才在。把旨意传下去，行在大权统归荣禄掌管。再没好柴火，拆了州府各衙门房梁和檩条子。谢老佛爷。王爷不必伤心，老福晋和府上均安，就是王爷的福分。两宫远在西陲，尚惶惶不可终日。谢二旗就在洋人的枪口之下，哪有旦夕之安呢？王爷，奴才刚才到净室房去拿信和这些东西，那主事的还跟奴才说什么？说老佛爷要吃的王致和的臭豆腐都没蒸来，还是老福晋让牛祥给的呢，好借机求人带来这东西和书信。哎，张文志，你快带点银子去打点净室房，千万别让他们说出是春王府给的。这不是让太后窝心吗？以后会反过来找咱们茬的。王爷放心，奴才这就去。不是说好了要限定御膳，每餐6盘2碗吗？这是您最爱吃的王致和臭豆腐啊！还真是。这细琢磨起来，还真摸不透哪块云彩有雨。谁成想，一个安徽省仙源县的举子，进京赶考未中，靠磨豆腐成了气候了。这玩意儿啊，臭味冲天，可吃到嘴里头，真香。
臭了的豆腐倒使这王致和发了大财了。哎，这就叫天子脚下，万物生辉呀！别说是五谷杂粮做出来的，就是那天上掉个雨点儿，它也能变成金豆子呀。要不怎么说北京是块宝地呢？你们都听见没有啊？啊，好好的伺候老佛爷，别误了这份福分。是，记下了。李中堂加急600里奏折到。好什么你？不知道老佛爷正用膳的吗？惊了驾，我要你的命！递上来。念念。这怎么啦？哑巴啦？回禀老佛爷，德国的皇上说，要让咱中国的皇上去德国谢罪。日本人让咱们派人表示慰藉，德国人为什么偏偏点名让皇上去表示惋惜之意呢？皇上在外人眼里看乃一国之主，派他到外国去，要是扣着不让回来，那跟绑票没什么两样。想要什么，你就得给什么呀。到时候，就是想废，也废不了了。那谁讲话，断线风筝出笼的鸟，你想抓，干着急，你抓那不着啊。是啊。奴才还听说，这次德国人听说咱们朝廷跟俄国人和日本人近乎，十分不满。这回皇上要是到了德国人的手里，那不撒了欢儿的。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，奴才多嘴，奴才该死。谢恩。听说，听谁说？听荣禄大人。为什么不奏？奴才怕给老佛爷添心思。怕给我添心思？是不是得赏赏你这份孝心呢？奴才不配，奴才该死，奴才不配，奴才该死。去，把荣禄给我叫来。这。哎呦，二位，您还是改地方吧，小店今天不大方便。怎么改编所了？改了，我拉也得拉你这儿。我告诉你，我是黑老包的儿子，死爹哭妈拧三孔，一条道我走到黑。去该干嘛干嘛。哎呀，哎呦，别动！给我乖乖跪好了。哎呦，
真痛快呀！来呀！